9歲嘅豬油膏原來已經喺市政狗房住咗7年啦。點解突然間有人嚟探我啊2026年1月27號，人人流浪狗澳門義工團接出一隻9歲唐狗，並為佢改名豬油膏。佢性格膽小，缺乏自信，對陌生人及新環境高度敏感。日常狀態長期處於緊張與不安之中，對外界變化反應大，需要耐心陪伴與引導。檢查發現，豬油膏同時感染大小焦蟲，有可能導致貧血、容易疲倦、精神不振及免疫力下降。若果情況嚴重，更可能影響器官功能。對一隻已踏入中老年嘅狗狗而言，長時間處於不穩定環境，無疑對身心造成影響。本團將為豬油膏提供穩定生活環境、日常照顧、醫療跟進及持續行為觀察，並按實際需要再作後續安排。希望豬油膏可以慢慢適應犬舍生活，重拾安全感。